寻求3连霸的美国职篮 NBA 金州勇士今晚在主场迎战印第安纳溜马，勇士因先发5人得分都达到2位数，最后以112比89痛宰客军，并以49胜22负的战绩继续在西区领先群雄。因伤缺阵2场的勇士科森斯 （DeMarcus Cousins） 晚间重返先发，帮助球队在第3节拉开领先的差距。目前勇士与丹佛金块争西区第1缠斗激烈，因着这场大胜溜马，勇士持续领先金块半场胜差。勇士前锋伊古达拉 Andre Iguodala 赛后表示：“我们得心应手，球就是应声入网。我们今年在主场从未表现得这么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一路赢到底。”吞败的溜马战绩来到44胜29负，能否保住东区第4种子岌岌可危。因目前在东区排名第5，战绩43胜29负的波士顿塞尔蒂克仅落后溜马半场胜差。